香港憑藉優越地理位置、成熟航運體系及自由開放嘅經濟環境，一直穩居國際物流樞紐嘅地位。為鞏固競爭優勢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全力推動數字化轉型。2023年，港口社區系統嘅首個原型正式面世，工業界試用。經過充分嘅測試與完善，系統於2025年3月獲得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正式撥款批准，標誌住項目進入全面建設階段。2025年5月16號，運輸及物流局舉行港口社區系統啟動儀式，象徵項目正式展開，並獲得業界大力支持。2025年施政報告進一步公布，港口社區系統將於2026年正式推出。經過業界共同努力，並憑藉過去寶貴經驗，今日港口社區系統正式投入服務。我哋迎嚟一個更智能、更聯通嘅新時代。系統將提升作業透明度，簡化流程，為貿易與物流業開創嶄新機遇，標誌住香港航運港口物流史嘅新一頁。港口社區系統正式啟航。